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個練習。今日我會帶領你一步一步放鬆身體，幫助你消除身體壓力，令你重拾健康身心。呢個練習可以喺任何地方進行，無論你而家喺邊度，只要地方係安全嘅，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始。首先，深呼吸，然後合埋雙眼，唔使理會周圍嘅聲音，嗰啲聲音唔會影響到你，反而會幫助你更加集中，更加專注喺我嘅聲音。跟住我嘅指引，慢慢放鬆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放喺你身體唔太舒服或者比較緊張嘅地方，唔需要對抗，唔需要壓抑，純粹感受嗰個部位，隨住你嘅呼吸，你會發現你嘅緊張同唔舒服開始慢慢咁釋放，整個身體逐漸變得輕盈。而家我哋會一齊做3次深呼吸，跟住我吸氣，hold 住1、2、3，呼氣，再嚟吸氣，1、2、3，呼氣。我哋再一次吸氣，1、2、3，呼氣，將全部壓力一次過呼出嚟。喺呢一刻，你唔需要去思考或者分析任何事情。如果有雜念出現，唔緊要，讓佢自然嚟，自然走。再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嘅呼吸同我嘅聲音上。你可以隨住你舒服嘅節奏呼吸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將平靜帶入你嘅身體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將身體剩餘嘅緊張同壓力都一齊呼出嚟。而家我哋一齊吸入平靜，呼出壓力。
吸入平靜，呼出壓力。吸入平靜，呼出壓力。每一次呼吸都會令你嘅身體更加放鬆，放鬆到好似身體消失咗一樣。幻想下喺呢個冇壓力嘅狀態，你好舒服，好自在，你嘅身體好似消失咗一樣。你可以靜靜享受而家呢一刻。下次當你感到有壓力嘅時候，嘗試深呼吸，然後同自己講：吸入平靜，呼出壓力，你就會去返頭先好舒服嘅狀態。只要每日用少少時間做練習，你會發現自己嘅身體改變越嚟越明顯，你會越嚟越健康，越嚟越喜悅。每一次練習都會有進步，值得你每日堅持去做。多謝你嘅參與，再見。